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，維園約定你。水韻江蘇，相約香港。各位江蘇鄉親、香港市民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姚茂龍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江蘇社聯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孫希。我的家鄉江蘇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，這裡是底蘊深厚的人文勝地，擁有昆曲、蘇繡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也是滋味萬千的美食天堂，傳承千年的蔬菜融通南北，享譽中外。今日的江蘇既保留了小橋流水人家的敬仰，又充滿了現代化都市的創新活力。它以廣闊的發展空間吸引各路英才扎根發展，共同繪就強富美高的新時代畫卷。今次家鄉市集，香港江蘇社聯總會準備咗嚟自無錫、連雲港嘅特色美食同文創產品。現場仲有蘇州昆曲表演同埋連雲港嘅《西遊記》人物互動。熟食攤位有蟹粉小籠包、蟹粉撈飯等淮揚美食。另外喺草地區嘅創科體驗區，總會青委會將為大家帶嚟 AI 掃描互動體驗。歡迎嚟到江蘇展位食美食、玩互動，一齊感受下江蘇嘅魅力啦！水韻江蘇，相約香港，錦繡江蘇，歡迎你！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，維園約定你。